术之后，刘翔已经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出院了。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田管中心副主任冯树勇，他给我们介绍了刘翔现在的情况。那医生他做手术之前的计划呢，也是刘翔在手术之后呢，只需要在病房再待1个晚上，观察一下情况。那么因此在今天早晨呢，看那医生来到病房为刘翔检查了伤口的情况之后，他认为非常的好，状况非常的好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在你们觉得合适的时间，你们就可以出院了。那么因此我们也是一早赶到了医院，然后跟医生沟通以后，也就是了解了今后几天要具体做什么、怎么做之后呢，我们就去办理了出院的手续，然后把刘翔接到了我们的住处。那么回到那边呢，就是在下个星期3在进行复诊之前呢，这段时间就是每天要进行一些冰敷，然后做一些很小心的做一些牵拉式的一些动作，确保呢就是手术的地方呢尽量减少它的粘连的情况。